这个是 QQ， 另外还有微信呢。微信说还有语音输入，语音输入还说还可以用闽南语的呢，闽南语也听得懂哦，厉害的。但是要先输入，可能要先安装搜狗输入法还是讯飞输入法，迅速的迅，回向的回，飞机的飞，讯飞输入。应该说中华民国台湾的台澎金马，你看没有办法，还是没有办法注册嘛？注意看上面那一行，最新版本，没有办法注册，没有办法。